辣牛烟囱。听讲你酒量癌症哦，就安尼。我们家何宇哦，最近要改造卖菜车2.0，你嘿好艺术的，是个空空呢？挖过来，挖过来，来！今天的主角呢，其实不是我，是我身旁这2位大美女，太江妹妹同浙江妹妹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唉，自从他们2个20年前从这里搬去台北之后，四山里的谁来、南宁、阿爸、阿公，每个人呢，每天都活在暗无天日的世界里面啊，就像今天这样子，没有在骗哦，完全没有阳光。不过呢，今天不一样了，他们2个回来了。太阳出来了，他们2个又回来了，大家掌声鼓励。他们回来之后呢，每个人心里面呢都点燃了这盏明灯。所以今天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Mandy姐来听我们说话。谢谢我们4山里的彭于晏。走来。真见到感谢大家做得来，楚天友，你係邊嘅好朋友，係要被鋪下來嘅朋友，旅行沙嘅朋友，係要我帶個感情最好嘅單車隊。而到就係我永久嘅 VIP， 因為係我冇大家嘅鼓勵。蒙哥的想法，想要在柴山线上有一个单车友善民宿，我很真嘅唔敢做这件事。我这次回来，再次感受到这里的温暖，我就想说，是不是老天爷真的要我回来，拥有一个温暖的家，然后也是你们大家的家。所以，我希望今日大家唔是客氣。尽量食，就没尽量食。还有哦，这礼拜要骑车的朋友，还要订房间的，夹夹哦，慢的，注毛了。哦，真的，他讲是真的，房间快要没有了啦。好，现在赶快听我的话，把酒杯举起来，大家一起喊什么？干杯！
铜臭味怎么臭味啦？受不了哎！酸的吗？这是好凉，刚刚为了呛，上课是让我说一下，接下来，接下来我说。还有分吗？哎，聊一下啦。那看你做冇事嘛，该懂事。冇关系啊，俺本来就会来天书嘅。我觉得还不错。哎，我们昨天你妹有强迫症哎，一周就停不下来。你看几咋？来天数嘅。啊，有了！哦，紧张！佢本来就安尼啊。很红啊，不信，来。干咩？哦，有没有这感觉？啊，没有，来。廿尾根本就看起来同婚姻嘅。為到成百，整件動辛苦嘅，做到個再來那隻地方重新開始，你做動多嘅努力，比了下一定係動結通嘅。哎，來下。嚇？來下。等下。做乜嘅啊？嚟到呢位係看風景嘅好地方哦。你看嘅山嘅，像乜嘅？暗部看唔到啊。多富啊！哪怕講佢係旺定嘅老虎，有冇？冇啊。對啊，看過去啊。你倆角度唔對，好來一些嘞。好來一些嘞。那你看過去，有冇？你按你唔拉啦，這邊啊。有糖豆嗎？有，很像有呢。萱，酒冇誒，你來慢慢拿。哦。拜拜。哎，你做嘛？坏蛋！你做嘛？哎呀，走！哎，我看你懂事，我痛不尽哦。你将你你干嘛啊？走啦！哎，去请地，唔係啊！去请地，唔係啊！哎呀，唔係，去请地，哎。平哦。啱來。冇關係，誒做得啦。那麼俺老人天數哪一上？韓子姐，尊敬同啱好。那係要經歷過母女相依為命，你就會啲也懂珍重。錯嘅，上擺漢文講愛改賣菜茶嘅事情，我有想過嘅。本來就係菜貼嘅東西。不管係實用性、標誌、符號都很豐富，假使還做得牢佢變成一張藝術品，應該會更有意思誒。你做得本來試看哪裡冇？俺就哇！用嘅啦，有用嘅嘛？佢還做得冇？啊！愛變了，愛變。好，還是啊，恐龍。哦，差唔多，俺啲行了。哎，恐龍係嚟，拉緊條啊，拉緊條。嚇？唔愛
答应我一下。我等佢答应我。 Yes， 好嘢 say yes。Next day， 講我呀？唔係， Next day， 唔係我先會講啊講。係講啊，佢差唔多，我帶佢呢啲啊，等下真啦。你还答应了？ say yes。走啦。然后这个是这个直觉，这个对他那个什么，他什么，他如果破掉还是他就不能换。要就全部我哎。嘿啊，斷捨離。我只不過喺離歸下，唔是聽嚟台北買踢。當初離開，佢係因為我冇辦法伫嗰位人肉台。也行去見台嘅，應該愛做呢。 驚啦！點解咩愛用？唔好吵啦！誒，唔記得到馬桶係我冇？係牙子呢，鐵條用雜是唔會笑。你條做乜嘅？較細聲條的好無？我就尿洞出咧。吵死！我你啦。真不義，真情義。你們較拜託，吵嘛該吵。佢啊，上片數上暗久，根本就會告訴佢嘅。哎，俺就態度是你要較大啊，鐵條用雜是你就會氣啊嘛。唔會。媽，洗出嚟流水啦。啊？愛用就好好，你哋用就快啲。佢唔免捱張轉來聽聽咯，咩我係記你用快啲嘅。唔係啊。就係你。 我幾張轉來，就係你用快啲。哎呦，好好嘅東西，全唔愛食嘅嚇，你嘛該用我啦快啲咧。嘿，我用嘅，唔係佢用嘅。嗯，阿妹，嘛該？我都是有嘅啊。杜思瑤誒，唔做講，來做本意思。菜頭粿好冇？ 好啊。阿妹，我妹愛。來做菜頭粿。都是有。菜頭粿，哎呦，阿妹，我聽說你啊。凍乖，哎呦，菜頭粿哦。所以目前县府已经成立了地方创生专案办公室，现阶段呢会先由我们这一区和其他2区同时进行。那么办公室的部分呢，已经确定会有几组的产学团队的加入了，到时候还需要各位里长、邻长以及产业代表的帮忙，一起找出我们地方有特色的 DNA。那么等时间确定了之后呢，我们再通知大家。今天先散会，谢谢。 好風誒，你冇水皮，慳啲水啦，你冇水退。哎呦，哎，青怡啊，按不呀，煮雞湯，記得轉來。啊，这啊，哎，吃的跟哪里分子尿膜，还挺有些莫纳豆。應該係種發現哦。哦。好嘞。啊，出啦，那咸鸭姑娘哦，统一条摆足该态度西山变出来。
看你是来哪？感谢你呢，我等下对你安好，我幸福伊哪？冇事啦，福伊又连晚运动无限，你镜头上这么狗狗。哥哥弟，哥哥弟，啊，马盖，你哪个讲啊？啊，小蔡啊！哎，谢谢。哎，一下有限，老你讲一下我嘅想法。哦。我先将10分外观、老功能性嘅部分哦。功能性嘅话，你看，也系日本嘅片嘅买菜茶，空间规划都动好诶。叶片不用插货老中料，生鲜食品嘅部分，自家丢冷冻库。那边还有给诶，要种一包一包诶，挂没懂封片。阿伯，卖菜不好好的卖，在搞什么花招啊？没有啦，我是在帮何宇改造他的卖菜车啦。毕竟都是第2代接手啦，想说也要来点新风格，惊艳一下大家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不要把它搞成那惊悚就不错哦，弄得那么花俏。不先吓吓大家，怎么突破现状嘞？就像阿一北你写的报纸一样，如果你没有写报纸的话，我怎么知道在地的故事嘞？对不对？耶，我可比你们认真多了。你们随随便便拿个别人的图，一点创意都没有。是，我们一定原创，就跟阿一北的报纸一样。那阿一北，你要不要跟我分享一下原创的心得、想法啊，或者是什么一些故事啊？你应该跟阿珍一辈迄行动电源啊，立马当阿一辈哎姐好不好？好啊，那我下次再拿给你。啊，好，阿一北，跟我分享一下嘛。3C 产品利润应该会较好吧？迄利润，迄认为，我发现亚比个老人家对3C 产品无熟识，我想老本去着了解，古手怎有了种想法。看来你对了买菜茶都有想法。几乎嘛该我甲遐人讨论个时间，看起来我嘛该兴趣啊。迄认为，我了报看电茶的，就要想到阿爸。伊个对92以后开始卖个，伊开始啊，伊迄送电加的去卖，慢慢的变三品茶，过来就会了那个复茶。所以已经是第3代车啦。嗯。我对这个时间的印象无乜个记得，我只记得阿爸伫卖菜的时间，动光彩、动路线，也几摆我4点菜就会想到伊，我4月9就也想伊。歹势，你无考虑到你个心情。唔会啦，我东西动好啊。不过，我是有时间去想，运用的做怎较好。没事啦。嗯。
同好呢，张考一中就按多五下。全部就害你松柏看到嘅单车团啊！伊条下礼拜爱替他攀台山线单车游，故说有得位人就想我先来了。哎，文轩，你们要去练车，要一起吗？啊，我下次啦，你们先练。好吧。你有啲去市场查？嗯，想叫他来嘛？唔是啦。啊，你唔记得咧？安尼做唔得去哦。可能有一些年来。没关系啦，你时差就好。好了。拜拜。哎，小吴。哎，今天要去骑哪一个路段？我们就要骑新社啊。哦。嘿，我刚刚就在那边看，你这个是新的哦。对啊，上礼拜刚换的。我上次在杂志上看到，这不是要20万吗？没有那么贵啦。还是我多看一个零？多看一个零的啦。哎，那像我要去车行问。可以啊。哎，那这样今天我刚看天气预报有点阴，你们东西都有带哈？有啊。都有带行吗？都带行哈。你有啲去市场查？嗯，想叫他来嘛？唔是啦。你唔记得咧？安尼做唔得去哦。慢慢来啊哈，慢慢来。哦，唔是这样，唔是这样，嗯。来，晨晨，好棒哦！你这么会骑哦，啊，这么厉害！哎，寻梦都唔知不知哪去咧。又来做马街啊？挨迄替尔细，从Q街态度时算搬来。哎，做么街啊？来问你，就摆市场查，你还留店吗？市场查哦，天麻对台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马街啊！没事啦，哎，只有啦，只有啦，懂反。哎，那冇啊？哎。好嘞好嘞，做得嘞。来，嘿，矮条有较强吼。嗯。平常时搬木头，拿锤子拎出来就会冇经用哦。好得有你。你好得有妈妈切菜调味，东西总要按好色。矮条，嘿只挺啊！哎，可以好假人的哦，也就天主无咧。讲到天，老佛爷嘅只买菜茶总拢用的啊。哦，佢还蛮嘅聽，因為有佢老爸爸嘅回憶，我唔判定，我完全做得了嘅。故說等佢上清楚嘅，那做唔得嘅話，佢冇關係。哇！也真係喺眼摸嘅我講嘅話嘿，做唔得咩冇關係，做得改變人嘅個性，也就佛爺冇簡單呢。係哪有？我意思就係安尼啊。我睇現實上咧，長大了。我頭擺冇為你想嘿。哇，今天晚上吃水饺啊？獨家口味哦。哇，那我一定要多吃10顆。那我去洗個手，跟你們一起做。好。哦，對了，你們路口指路路標好像被人拆掉了，害我們騎回來的時候差點迷了路。怎麼會這樣？怎麼會？馬該斯啊，愛死的哈！你條切假冇辦法處理。哦，好嘞，馬上過去。對啦，做唔來安唔來，人家無限嘅時間來亂。阿妹，動用呢？做乜嘅？做好事嘞。哦，來，你做，幫你做。我剛才記得，七隻用冷水煮，煮到
肉汁融进去，哈，俺爱莫喊哈，啊，你有很奶啦，干将。阿妹哎，肉的哦！哎，你做嘛包啊？哎呦，我变唔记住啊，干谁呢？你莫讲翻，搁讲，标好的给你吃哦。好啊好啊，叫我食啊！哎呦，你叫我啦！我这路哦。就做来，莫讲，走啦！哦哟，哇，你加油哦！哟，我刚刚烧马上。多等用诶！阿姐，你等我。一个一个来，等一下张问你啊。阿姨，我某看民宿2礼拜刚开张，根本你就发现到自路的牌全部你拆脱，很多种做多了只阿姨，好多人客菜式的无法都转来，连根本人爱来的人客，居然会请嘛，就退房诶。啊，今日自愈的愈牌本来就专门按标的啊，动愈的啦。我就不用到天火遁风，哪会动啊？动爱的啦。唔做海面吼，爱发落加上去，慢行我行来好摆。你都吼做生意要有点良心哈，先落许多道理，唔对嘛？你爱人家先来许多，你自家要爱有世态人嘅用诶。那是俺个招牌的俩，你敢拆开？阿姨，安这些，你着咩嘿？反转来按旧，按唔晓得做人，是果子白输脱，人家无互相爱用的做生意。我43里的规矩，我今天再讲一次，不惯用的做人就爱互相照顾，根本嘅。有法讲清楚。摆码头了件事，迄眼无注意，真人动歹势。假使唔愿意，我哋都得讲下做廉价指标，钱爱出。你都按有生意的。他们自己在这边开业很辛苦哎。今仔哪辛苦啊？保养都按好，卖人哋吼，佢迄咩用个福利米吼去叫谁来？你讲了发嘛个意思啊？放啊，严做嘛该？有本事你就唔好靠谁来啊？没事，你搞清楚啊！哎，有空哎，我用空你咪较歹拖，嫌多冲动声嘅呢？痛啦！好，哎，顺序爱记得，爱消毒哦。好啦。歹势啦，我真嘅唔要调试，要钱爱出。唔是，海摆哦，江水不犯河水啊。无关系啦，记住迄按呢，哈，两位嘅人啊，无严格，感情就唔会好。冇事，转去，转去。阿娇姐，歹势啦。又嘛该好歹势，你喺开民宿，老年客带来嘅度度发通，生意就会变好，大家就有赚钱，懂好啊。冇事，转去，唔好本人下得，好，行了。你唔得啦？你转来，也没转来，唔俾爸爸看到会防疫吗？
敢讲吧？其实，我董兄弟、爸爸都在想要买菜茶用来做。佢應該唔會 care 你想要用嚟做啊。就算你冇繼承，佢也冇要緊啊。唔過我冇繼承，就按你數起來，唔知爸爸會有乜嘅遺憾冇？那係講會遺憾冇？我想佢應該係較希望迎合歡喜哦。你有啲爸爸當初嘅想法？我知佢嘅想法嘅，因為做一個東西，我都聽佢去買菜，我看佢大項東西都買唔冇幾多錢，又個佢還冇輸錢，你講佢去邊度買嘅？會到乜嘅？太戇居。反正就係你嘅東西叫訴訟大醫院啦，佢冇辦法聽訴你，佢就會聽訴騙人咧。好嘅啦，我個不懂我嘅啦。不過你做乜嘅決定，佢一定會支持你嘅。頑張って。我幾長啊？差唔多啊你。哦，我7個曉。我7個。哦，冇問題，等下。原來細佬認真起來，真係會嚇你。人用看冇？唔會啊，當認真啊。你講廿尾老年沙人搞？錯啊！你冇看到正經當大叔，廿尾頭擺做導遊，最出名嘅就係脾氣好、EQ 高、有耐心。結果那天被氣到破功，吃下大氣來。佢安傾哦。那了下啲，你會嘛介一開始冇好了會給你。給你咩係東上，把做嘛痛啊去。你唔是按你吧？不過我後來想，做得了判天年嚴格，咩係了解菜體嘅一種方式。按你想就知道，你早上要懂得你想。廿個脾氣用邊按夾？人生暗短，你那係嘛該做嘅計較，就唔啲要浪費幾多時間呢？錯啦。漢文，唔記得問你，鴉片做得架橋嘅冇？你會啊？哦，冇問題啊。跟住講麻煩你啊。唔會啦。哦。誒，新嘅家誒要上好，我辦馬街冇？除咗本來嘅東西，還有3C產品，其他還係愛看人家嘅使用。今日要上法。冇嘅。你幾樣東西知道，佢就應該會有興趣。真緊，不過卡是聽我吧，我怎買哦？唔會啦。哪邊？好啊。哇，焕然一新都冇咁快啦呢！哇，含充電線嘛有啦，梗係講自己啦，那後生哦，清晰到一公就頂嘞！哇，你好棒哦！哎，再見，新開幕，哎呦，好肥啦，都可以吃，真的最大啲啫！這個多少錢啊？這個200啦。200
这是现在这个最新的那个电子手表。看佢要出来吗？会炒到偏远哦，还跟哪里？对呀。妈，啥来帮任我啊？结束了啊！阿婆，起来啦！你中意吗？来啊！哦。先生，你的饮料好喽。谢谢。根本人真运动有成就诶，我就讲你也不友好。你无知道阿婆根本人动欢喜，佢还会天天跟我摇诶。我就讲嘛，因此管啲屋卡用不做的，行路无方便，来到就让你送过来啊。还附赠愉悦的购物环境，很美的体验，系吗？嗯。我知道，来之前看你胸唔错诶，因此老豆好看最重要。不过买菜茶做的盆太干嘛该，常喺充电，记到你无需要好看，系吗？每次好放弃了。做唔得。记得唔是要，乃是要你。乃是要你，老爱过几台卖菜茶。哦，好啊。麻烦你嘅。做乜嘅行爱啊？店都做的啦，你管我？哎，爱冇？冇爱，饼。冇爱。哎呦，好好嘅东西，留得寒暑得用诶。你加咩爱，你也咩爱，嘛该拄爱你每ngày做嘛该啊？好，唔是啱哈。饼。哎呦！冻酱哎，爱么？饼。老爱做多多。300了。哎，300。博弈，博弈，来。做嘛开？哎，你转来都好。来，老娘记天数，搬转来嘅东西呢，整理整理。酱么？好诶。什么300？好诶啦。爱吃爱死的金球。你有没啊？你要用的正理。我爱你哦，先让我多一笔牛呢，加2粒变过，你莫妈妈看到。阿妹，冇事。伊唔要烤加蜂蜜。老弟讲的真水的很嘿。嘛该啦。哎呦，看唔出来哦，按真犀哦。我讲我报复的走下，拢全陌生。嘛啥冲你啊？哎，只不过呛起天数总查诶。你就莫多时间上你那个狗子诶。哎有无爱对佢用诶？我讲，佢就唔会中意爱。还看咩戏啦？看你那个猫草哦，佢就算答应呢，也会后悔哦。是我。是有啦，是我。点啦。
确定了，我就做唔得后悔了。确定，这就拜托你嘅。你偷呀，落去办事。咩唔使安尼啦，天天就好。放心交本啊，留你后悔你。轩轩讲的冇错，你真见会迫不及待来拿车。佢有才冇？早就出门去练才，佢早就知哦，所以哦，写字条的本，夹夹去啊！安就说。新嘅买菜茶嘅主题，用披星戴月嘅想法。就像买菜茶等望天公就出门，再等大家嘅喜悦留期待，辛辛苦苦来到人客面前，给主人为伟大神带来希望和爱，希望你会中意。哇，你骑那么快啊！可以啊，有想爱插点吗？可是如果我受伤了，妈妈就不让我骑了。那有唔知道诶，骑几摆啊？你就有经验，大家就要按用好嘅哦。是这样，爸爸弟弟。嗯。头前只嘛帮我卷一下，头前卷起来较袂较热。那你迄头前两支毛呢？骨底 QQ 也是要哪卷？哦，嘛是爱卷一下啦。较等的啦，你卷后壁你唔知哦啦。妈。哈？转来啊？你看，你吃都用哎。嘛该东西，乱七八糟，做嘛该？俺就搞一系列，去嘛该啊？你犯的呀？啊？你敢乱捅你阿爸嘅东西？哎呦，等好哎！佢讲的。你讲的？我唔会挨啊！讲我该啊！想想的。你下楼挨改转了？哈，做就做，冇办法的啦。你知道挨冇办法系冇？哈？冇啦，你看，安尼变卡强没动好。你好挨唔好？你乱捅你阿爸东西，你有问过你阿爸意见冇？佢来问啊。佢来问？啥回来吵死啊！帮我卷一下，紧的啦。长命的，你无看人冤家哦。哦，你无赢啦吼。喂。要紧，要紧，先用啦。你还转人？
你上了吗？看来就谁比落该难你，是迄个。神经病哦！这段用这么开啊？应该要看你大天呢。我这代可以出征，修唔掉。哎，你没给这。当然别啊，最没品。我老你介绍女朋友。还有女朋友诶，就在2年前啊。